大家你有冇興趣聽下我同 ChatGPT 嘅對話？我今日有關於餐館帳單嘅問題想問一問你嘅。好的，沒問題，你盡管問吧，我會盡力幫你解答關於餐廳帳單的任何疑問。今日啦，我有位朋友咧就去食午餐啦。咁呢間餐館咧就喺美國嘅加州。咁咧佢收到帳單嘅時候咧，發現咧個餐廳咧就收佢16% 嘅服務費，即係英文叫 service charge。咁佢就覺得好唔滿意。咁你認為呢一個做法啱唔啱嘅咧？這個其實在加州是比較常見的做法，尤其是在一些高檔餐廳，他們會提前在菜單上標明服務費，並且直接加到帳單裡。只要餐廳有明確告知，這種做法通常是合法的。不過如果顧客不滿意，也可以選擇和餐廳溝通，或者看看菜單上是否有更清楚的說明。咁嘅意思就即係話，若果餐館喺個菜單上高，即係個 menu 啦，係咪已經好明確地寫咗話有會收呢個16% 嘅服務費，咁結帳嘅時候，餐館就可以自動將呢個16% 就加上去個帳單，咁樣講啱唔啱呢？是的，沒錯。如果餐廳在菜單上已經明確標示了服務費的比例，那麼他們就可以在結賬時自動加上這筆費用，這樣也算是合規的。顧客在用餐前如果已經知道這點，也就不會產生意外的情況了。咁據我所知咧，服務費同埋小費咧，即係 tips 咧，又係唔同嘅噃，係嘛？對的，服務費和小費確實是有區別的。服務費通常是餐廳直接收取的，並且會包含在帳單裡，而小費呢，則是顧客自願額外給服務員的獎金。兩者的分配方式也不太一樣。如果一個客人已經俾咗服務費，咁佢仲應唔應該再俾小費呢？這其實就看顧客的個人選擇和餐廳的政策了。一般來說，如果服務費已經包含在帳單裡，那顧客通常不需要再額外給小費。不過，如果顧客覺得服務特別好，仍然可以選擇額外給小費來表達感謝。反之呢，如果服務費已經包含且服務一般，那麼就不一定需要再給小費了。但係據我所知道呢，嗰個服務費呢，俾咗個餐館，咁其實個老闆都可以分到一部分㗎噃。確實，在有些情況下，服務費的分配是由餐廳來決定的。有些餐廳會將服務費的一部分分給老闆，或者用於其他運營成本。不過，這方面的具體做法會因餐廳而異，所以顧客如果有疑問，也可以直接向餐廳了解更詳細的分配方式。至於小費方面呢，據我了解呢，就一定要係分俾員工，就唔可以袋落個老闆個袋裏邊。我咁樣講啱唔啱呢？對的，你說得很正確。小費通常是專門歸服務員個人所有的，法律也有相關規定，明確規定老闆是不能從小費中獲利的。這樣一來呢，顧客給的小費才能真正的激勵和回饋服務員的辛勤付出。咁即係話，若果我係想打賞俾啲員工，我唔想俾個老闆，咁就應該俾小費，就唔係服務費咯噃。沒錯，如果你的目的是直接獎勵員工，那給小費通常是更合適的選擇，因為小費會直接到員工手中，而服務費呢，則是餐廳統一收取的。所以如果你希望更明確的把獎勵給到員工，那小費會是更好的方式。咁但係若果餐廳已經喺個菜單上高明確咁樣表示要收服務費，咁個顧客都一定要俾呢個服務費啦，係咪？是的，如果餐廳已經在菜單上明確標示了服務費，那麼顧客在用餐時就需要按照規定支付這筆費用。這樣也算是餐廳的一個透明化和公平的做法。顧客在消費前就已經知道相關的費用了。咁我今日個朋友咧，佢收到張單嘅時候，見到已經有16% 嘅服務費，咁即係佢認為都已經好高噶啦，咁佢都唔會再俾呢個小費。
咁即係話變咗個員工可能都唔會得到好多呢啲獎賞㗎咯噃。確實，這種情況有時候會讓員工的額外收入受到影響。如果顧客在支付了服務費之後，又不再給小費，那麼員工的收入就可能會相對減少。不過，這也取決於餐廳的政策和服務費的分配方式。所以，有些餐廳呢會盡量平衡這兩者，確保員工的福利。嗱，咁若嗰個顧客真係好想了解清楚嗰個餐館點樣分配呢一啲嘅服務費嘅話，咁去問嗰個餐館有冇必要一定要公開話俾佢聽係點樣分配嘅呢？一般來說，餐廳並沒有強制要求必須公開服務費的具體分配方式，但大多數餐廳還是會願意提供相關的信息，尤其是當顧客提出詢問的時候。不過這方面的透明度確實會因餐廳而異，所以如果顧客有這樣的需求，主動溝通通常是個不錯的辦法。嗱，咁另外一個問題咧，亦都好多人問嘅，就係關於打稅嗰方面啦。咁就若果我哋去餐廳食嘢嘅話咧，個帳單走出嚟要交稅，個稅咧係應該喺服務費加埋入去個帳單裏邊計算啦，定係要係未收嗰個服務費之前去計算呢個稅嘅咧？通常情況下，稅費是基於食物和飲料的原價來計算的，也就是說，稅費通常不會包括服務費在內。所以稅費是先根據不含服務費的金額來計算的，服務費則是在稅後加到賬單裡，這樣也能夠確保稅費的計算更為正確。咁係咪法律規定呢個稅咧，淨係可以即係話計起呢一個食物同埋飲料嗰度，就唔應該計埋嗰個服務費嗰度嘅咧？是的，法律通常規定稅費是根據食物和飲料的原價來計算的，不包括服務費在內。這樣做是為了確保稅費的公平性和準確性，避免讓服務費影響到稅額的計算。因此呢，一般來說，稅費和服務費是分開計算的。咁即係話，換句話說，服務費嘅計算亦都唔應該包括個稅喺裏邊嘅咯。對的，完全正確。服務費的計算通常是基於不含稅和不含稅費的金額來確定的，也就是說，服務費是單獨在稅前的價格上計算的。這樣一來就能確保每個費用的計算都清晰、獨立，不會互相影響。咁好啊。嗱，最後一個問題啦，如果我真係想俾小費俾嗰個服務員嘅話咧，咁我個小費俾咗咧，係淨係俾服務我嗰個人啦，定係要分配埋俾其他嘅員工嘅咧？這其實取決於餐廳的政策和服務員的習慣。有些餐廳呢會讓小費直接歸屬於服務你的那位員工，而有的餐廳呢則會把小費集中起來，再進行分配給整個團隊。所以如果你想確保小費能直接獎勵到特定的服務員，可以在給小費時說明你的意圖，或者直接詢問餐廳的安排。咁但係就老闆，即係餐廳嘅老闆就唔可以收取呢啲小費啦，係咪？對的，沒錯。根據相關法規，小費是專門歸服務員個人所有的，餐廳老闆是不能從中獲利的。所以如果你給小費，確實是要確保它能夠直接到達服務員手中。咁我朋友又有個問題喎，佢話佢今日用信用卡去找數，餐廳同佢講，如果收信用卡咧就要加多3% 咁樣，咁呢一個合唔合法嘅咧？根據加州的法律，從7月1日起，餐廳不能在賬單上加收沒有提前告知消費者的附加費用，包括信用卡處理費。所以在加州餐廳是不允許加收那3% 的信用卡費用的。好啦，今日解答咗我呢啲問題，好多謝你。不客氣，很高興能幫到你。如果以後還有任何問題，隨時都可以找我聊聊哦。祝你一切順利。